台湾在2030年的时阵，就要来推动6G啊，也毋过今摆呢，所有立委表示讲，目前在国内5G 的用户呢是无超过40%，原因就是费用相关，而且阁真了电。所以立委是要求这 NCC 呢，爱互电信业者一寡压力，嘛呼吁这中华电信带头来降低5G 的费用。 人人一支手机仔的时代，民众用网络到底拢是选4G 还是5G？就没有感觉差距很大，4G 跟5G 差距很大，有需要多付那个钱。信号收不到问题，就会降速这样，对啊。有民众讲5G 的电话钱伤贵，品质其实甲4G 无啥差。嘛有民众讲伊用5G，但信号嘛无较好。 有民进党立委拜五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对2020年开始推动5G 通信，到今已经5年，3间电信公司用户的比例拢无到40%，原因伫民众反映讲5G 伤贵，信号无好，而且真了电。品质还有价格，我们是到了我们要好好的来严格督促我们3家电信业者来处理。 推动立委也批评政府对2020年开始补助5G，已经投入221亿，业者领补助，民众资费也是贵三三，要求主管机关爱检讨，督促业者、鼓励业者继续去提出多元的智慧方案能够希望加强我们整个数位的这个通讯的韧性。 立委表示，2030年台湾就要推动6G。立委要求 NCC 爱互电信业者一寡压力，嘛呼吁中华电信带头来降低资费，提高5G 用户的使用率。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